有13道，就是从三宝啊，三宝，对，这个三宝，这是伊并袂使靠在。对，这个京都对这个特殊的所在，一般都很殊胜的一个宗教。那你知道那三宝？袂使讲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影袂使讲，我有京都去。哦，这袂使讲。然后另外一个讲会这，哎，就了解，你做的京都，啊，天川寺这些，根本是对大众有意义。啊，这是因为你要经过这个程序，这个仪式，啊，这会使来传授。这个敢若口诀啊，啊，另外一点就讲，普通民间哦，脑中拿来做念的，伊嘛是个生老方面。伊做念的，哪念哪弄啊呢？这面是个愈来愈好看，敢若空气感觉啊，这里讲，这个经就是这个念。虽然求道边了解真的，很多啦，还有这个先生哈，他是韩先生，他跟我讲，也是我看得见，看什么呢？每个道经归空出殡的时候，他都看得到老祖师亲自来迎接，有没有？老祖师很慈悲，化身千百亿，就是很多还有一直归空啦，这些这个谢良师谢先相信良师的爸爸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不能多讲了啊。重点是我们求道啊，能够得不退转，所以老千要我们用自己的智慧，用自己的脑筋，要自己的路来。听完不要只有感动，要好好行动，不然就没有感觉。祝大家有一个，谢谢。